顶一摆吼，摆无互我菜，无一个有过关的。而且拢有你刚刚足奇怪力量的，对一直改有，一直改有，玉山个爬到遐饲袂着，安那饲都饲袂足着。奇怪的。我安尼甲你害着无？会啦，没啦，我尽心尽力啦。安尼好，嘿好好我就卖互你失望好，啦。谢谢谢谢嘿，我菜我。好，咱排步赛第一位的选手就是林立新。哦，伊是一位这个做油饭的吼，算讲是头家啦吼。啊，第一关的这汪准优过溪吼，一跳就跳到位啊。来到第二关，紧来抢头香。其实哦，立新哦，伊咧是咱第7集的冠军啦。哦，只是讲伊伫咧 PK 的时候，哇！讲伊伫咧 PK 的时候，哇！讲伊伫咧 PK 的时候，哇！伫咧 PK 的时候，哇！我唔敢玩，我你敢玩你甲看卖啊！你甲看卖啊的啦！唔捌有人伫咧抢头香遐无过关的，你第一个你破纪录啊！我看唔着人，真的我无。这什么？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为什么安尼啊？立新？啊，无啦，我拄仔有感觉有一支手甲有啦。你看，就是你啊！哎，观众朋友啊，对顶礼拜啊，这个运气有够摆到这礼拜，你甲看。哇！啊，拢伊耗子甲你害的啦。就恐怖来来，的甲你桂文姐，桂文桂文姐，桂文姐。桂文姐，